香港每14個成年人就有1個係千萬富翁。你冇聽錯，2025年港股 IPO 熱潮直接帶持財富飆升，超級富豪人數半年內暴漲23%，爭逐全球第一。你身邊同你一齊翻查嘅嗰位街坊，隨時係靠炒股賺到第一桶金嘅投資高手。但係唔好淨係揣摩，2026年香港金融市場嘅紅利倉口究竟係邊度？普通人應該跟風入市，定係謹慎避坑？今日我用實打實嘅數據 plus 最底層嘅邏輯，一次性話你知明年嘅投資方向。要使2026，先要睇通2025。呢啲數字正正係香港人投資深度嘅最佳證明。第一個數據，人群結構。根據花旗香港2025香港千萬富翁調查報告，截至2025年8月，香港千萬富翁總資產淨值近1000萬港元，而且流動資產近100萬元，已經達到39.5萬人，佔21至79歲居民嘅7%。佢哋嘅流動資產中位數高達1000萬元港元，當中42% 嘅人第一桶金來自股票同基金，比物業升值嘅收入高出15個百分點。第二個數據，蒲池參與度。香港證監會最新數據顯示，截至2025年6月，香港證券及保證金招入嘅活躍客戶已經有480萬人，比起2024年底增長咗9%。當中活躍保證金客戶大約297.5萬人，現金客戶大約181.5萬人，等於每5個香港人入面就有1個係做專業投資。第三個數據，投資收入。2025年第一季，香港居民嘅證券投資收入同比暴漲36.7%，遠超本地 GDP 增速。增長主要來自非本地股權股息同代券利息，睇得出香港人嘅投資早就唔局限於本地，庫景配置嘅能力先至係賺錢關鍵。不過要留意市場分化，機構投資者佔港股交易量80% 以上，另係國際投行就掌握緊大約40% 嘅流動性。個人投資者雖然淨係佔15至20% 嘅交易量，但係活躍個人投資者嘅強制披露率高達60%。呢啲話明咩？專業門檻越嚟越高，靠亂買撞運氣嘅年代已經過去啦。地通呢啲2026年嘅方向就清晰晒。我俾大家3個一定要記實嘅核心觀點，尤其係第3點，直接決定你明年有冇辦法避開陷阱。觀點1，跨境係最大紅利，好景係死盯本地市場。跨境理財通 2.0 就係最好嘅例子。2025年參與投資者突破16萬人，港澳投資者佔32.9%，內地投資者佔60.1%，小戶總數從2.5萬激增至10億萬，增長咗340班。政府已經明確要將香港打造成全球跨境財富管理中心。2026年仲會優化基金組制，將房託基金納入互聯互通。呢啲意味做內地資金流入香港，香港資金出海嘅通道會越嚟越順暢。普通人嘅機會唔係喺單一港股入面，而係喺受政策支持嘅跨境全頻道，比如話互聯互通房託基金、跨境養老保險，流動性同安全性都更有保障。觀點2，資產配置要反本能，越有錢越要分散投資。花旗奮富國入面有組數據，好有啟發性。千萬富翁嘅資產有51% 係物業，但係準億萬富翁流動資產中位數5000萬港元嘅物業佔比仲係30%，更多資金投咗去股票、基金、債券，仲有32% 配置咗海外物業分散風。反觀流動資產百萬級別嘅人士，海外物業投資仲係佔12%。2026年投資移民文碼為調整，非住宅投資額提升到1100萬，住宅文碼降到3000萬。但係呢個絕對唔係叫普通人跟風買樓，核心邏輯係資金越少，越要避免依賴單一資產。而家嘅股市、債市、黃金都有機會，股票加附近基金嘅組合對普通人嚟講更穩陣。觀點3，政策工具比揀個股更重要。2025年香港金融市場總規模預計達到6億家空，科技、類能、生物醫價雖然係熱點，但係普通人唔使糾結具體個股，應該重點關注2個方向。1，政策工具，比如即將推行嘅 T+ 結算、人民幣交易國台納入股票通，呢啲直接提升流動性，最利好券商同指數基金。2，新賽道紅利，比如施政報告提出嘅黃金倉儲基地，3年目標2000萬，同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協同。呢啲意味住黃金相關投資會獲政策支持，比盲目追高穩陣得多。最後直接上盤貨，3套方案對號入座，新手入門資金50萬你嘅內。
豪先揀跨境理財通2.0入面嘅穩健型基金，搭配港股灣基指數 ETF， 唔好重穿單一個股，先熟悉跨境規則，積累經驗。增加投資者50萬短500萬，可以咁配置：30% 港股優質科技股 ，plus 20% 雷石金融債券 ，plus 20% 富景基金 ，plus 30% 現金，借力政策紅利做多元配置，平衡風險同收益。高淨值人群500萬以上，重點關注家族辦公室優惠稅制，主動佈局海外資產，比如透過 QFLP Participant 啟餘，或者配置香港黃金相關投資，進一步分散地域風險。最後提你2個關鍵風險：第一，2026年市場波動有可能加大，機構高頻交易已經斬咗20.25戶，普通人千祈唔好追短線玩頭嘅。第二，投資移民入面嘅物業配置有上限，住宅最多計1000萬，唔好盲目跟風買樓投資。總結一下2026年香港投資嘅3個核心邏輯：抓緊跨境紅利，做好分散配置，善用政策工具。香港作為廣國際金融中心，最大優勢就係全球資產配置嘅便利，呢個亦都係香港人投資深度嘅關鍵。唔好僅係睇住眼前嘅漲跌，將視野打開，先至跟得上市場節奏。如果大家想知道具體有邊啲跨境基金值得關注，可以喺評論區留言討論，我會逐一回覆。覺得呢期內容有用，記得點讚關注。下一期我會專門拆解跨境理財通2.0嘅具體操作步驟，新手都可以輕輕鬆鬆跟得上。下期見。